心你不轻看，洗涤我就必须更大。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罗马书第9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书维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来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在清早与我们同在，也透过陈牧师的口来引领兄弟姐妹们一起来圣经共读。求你在此时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来与主亲近。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罗马书讲到上帝的公义，我们在第一段是1章18节到3章20节，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为什么世人都犯了罪的引言。那特别是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再有智慧、再有聪明、再守法的人，在上帝的眼前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犯了罪。而昨天我们看到犹太人的败坏的行为，特别保罗针对的是犹太人用放大镜来放大，不是检视他们的行为，而是检视他们的内心，因为他们自认为受了割礼就遵行律法，受了割礼就守住律法，就能够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但是却不晓得他们却和没有律法的人一样，甚至行为上更差劲，而自以为义，而没有建立与神正确合一的关系。而犹太人受割礼，这割礼不能救他们脱离审判，甚至他们自以为得救，最后却将来却要被外邦人所定罪。受割礼的重点不是在外表，在身体，而是在于内心，而是一种需要接受圣灵，从圣灵而来的这个与神的关系，不是在乎遗文，不是在乎文字，而是在乎在圣灵当中与神所建立起来的因信称义的关系。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到下一段第3章的1到8节。保罗他曾经和犹太人辩论，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曾经用犹太人的身份和这些基督徒辩论，甚至还非常的生气去捉拿基督徒。所以保罗非常知道犹太人自以为义的程度，那他也把这些跟犹太人交手过、答辩过、辩论过，来知道他们的症结点。所以今天这1到8节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来看到保罗在对犹太人的世界当中、内心世界当中，他们如何的自以为义，甚至不断的跟神在争辩。而这几个辩论题目呢，首先提到，那犹太人是没有任何的强处吗？因为犹太人也犯罪，这割礼也不能救他们，遗文也不能救他们，那犹太人就没有价值。但是保罗说没有，犹太人呢，在各个方面都比其他的民族更有优势，而第一优势就是上帝的话已经托管给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首先接受上帝的话，成为上帝话语的执事但是犹太人却不懂得做管家，却占为己有。如果接着犹太人也辩论，若罪可以显出神的义，因为这个罪就是彰显或是衬托上帝的义，那这个罪呢，不是就有它的价值吗？那罪既然有价值，那罪人就不应该接受惩罚。那这是他们在挑战保罗。再来，犹太人又问，如果罪可以显出上帝的真实，那罪人岂不是可以作恶来成善，透过作恶这件事情来显出或是让善能够来到呢？所以就是他们不想要放弃罪，还是想要在罪的当中继续的生存，认为罪还是有价值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的内容。
首先，我们请书维带我们来读第3章的第1节到第4节。麦克风。照这样说，犹太人有什么地方胜过外邦人呢？割礼又有什么价值呢？事实上，各方面都有。第一，上帝把他的信息交托给犹太人，即使他们当中有背信的，上帝就因此不信实了吗？当然不。虽然人人都虚谎，上帝还是真实的。正像圣经所说，你发言的时候无懈可击，你受指控的时候必然胜诉。好，那在这里面，保罗开始照这样来说，好，所以这是接着第2章，好，讲关于论到犹太人好的罪跟不义的地方。好，那既然割礼也不能救他们，律法不能救他们，遗文不能救他们，那犹太人好就不需要，就没有价值。但是这是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当中有背信的，那上帝是不是因此就不信实哦？好，所以针对第一个问题，保罗回答：犹太人各方面都有益处，最大的益处就是最大的优势，就是上帝把他的信息交托给犹太人了。所以交托这个字就是托管，给犹太人来做管家，但是不是让犹太人去擅改圣经，因为圣经当中的作者也有非犹太人，而他们是领受借着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要教导督责使人学义，都有益处。所以这些都是要借着犹太人来托管上帝的话，但犹太人却占为己有，就像是中世纪的天主教大公教会把圣经锁起来占为己有，然后用自己的话去捏造。这就像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异端，他读了圣经，然后眼睛开了明亮，能够分辨是非之后，那他就没有去结出生命的果子，反而去结出私欲、情欲、败坏的果子。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的人当中，如果有背信，那上帝是不是就不信实？上帝说没有，虽然人人都虚谎，但上帝还是真实的，因为圣经有这样说，神发言的时候无懈可击，神受指控的时候必然胜诉。好，那这个2个问题呢，好，就是割礼没有价值，那犹太人也就没有价值吗？好，那保罗说犹太人价值在于他们有上帝的话，能够明白，而且能够做神话语中心的管家。但是如果这管家上帝给他5000，他没有赚5000，给他2000，他没有赚2000，给他1000，他把1000拿去买起来，好，那上帝就说这是不义的管家。同样，今天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人手好几本圣经，有没有做上帝话语的管家？有没有把圣经的话语再去赚5000，再去分享给人？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而第二个问题的重点是，如果没有信心的地方，因为既然要借着信心才能够与神称义，那这些不相信上帝的人，那不就是那个上帝就不在那个地方吗？所以犹太人的思想真的是很会钻牛角尖、钻漏洞，说那上帝居然是要用信心来信靠，好，那我们不信上帝，他就不会在我们这边彰显。说保罗说没有，虽然人人都虚谎，但是上帝还是真实。而这个圣经呢，正是诗篇51篇，也是刚才我们在之前听到的这首诗歌，就是来自于诗篇51篇。那保罗是引用51篇第4节的后半段，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所以罪人是无法站立在上帝的面前。那整个诗篇51篇的架构，总共这19节当中，这个大卫，这是他和拔示巴犯罪之后被先知拿单指责，他就做了这首诗篇。所以第一个，他先承认他知道他的过犯。如果他不知道他的罪，不知道这是罪，不知道这是过犯，以为这是他当国王、当皇帝，当上这个耶路撒冷的君王，他就可以为所欲为，那他就不会认为这是罪。但是当他知道是罪的时候，他发现罪藏在他眼前，他是在罪孽所生的，甚至他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就有罪，而他知道这个罪让他
的骨头压伤，好让他好在生命在罪孽里面，所以他向神求清洁的心，能够重新有正直的灵。而他也知道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就是信心罪呢，所以罪人是对神没有正确信心，但是罪人呢，若是忧伤痛悔，这信心就会回来，而上帝的义、上帝的公义就会彰显。好，接着再请书维带我们来读第5节到第8节。好，第5节，如果我们的不义能够显明上帝的公义，那该怎么说呢？上帝惩罚我们，是他不义吗？我是照人的想法讲的，当然不是。如果上帝是不义的，他怎么能审判世界呢？如果我的虚谎能够使上帝的真实更加显明，更得荣耀，那该怎么说呢？为什么我还要被判为罪人呢？为什么不说让我们作恶以成善呢？有些人指控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被定罪是应该的。好，谢谢。好，那这一段短短的文字呢，其实包含了还有2个问题。那第3个问题就是上帝惩罚我们是上帝的不义吗？第4个问题是，如果我的虚谎能够使上帝的真实更加显明，更得荣耀，那该怎么说呢？为什么我还要被判为罪人呢？为什么不说让我们作恶以成善呢？好，那第3个问题就是这些罪人，特别是和犹太人辩论当中，那保罗交手的经验当中，保罗布道旅行和犹太人的辩论，那他们或是在希腊人或是罗马世界当中，他们认为在罪人呢的不义能够显出神的义。好，那上帝是不是太严苛了？意思就是说，罪人也有他们的贡献。如果没有罪人，怎么会有义人？如果没有这是考最后1名的，怎么会有第1名呢？所以这些最后1名的这些罪人，吊车尾的，他们也有贡献啊。那惩罚有贡献的人是上帝的不义吗？好，那保罗说，当然不是。这个在第5节，好，这个和本的翻译是说，我姑且照着人的看法来说。好，那在这个现在最后一本有个括号，我是照人的想法讲啊。好，所以这句话放在这里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保罗为什么多此一举？但是这个在犹太人世界当中，就是说就是在控告上帝的不义。这个第5节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不义的，那这等于是在定罪上帝，所以这是一个亵渎的话，这是一段亵渎的话。那但是保罗要回答这个亵渎上帝的问题，所以保罗先在这边用一个敬语，就是说先道歉，对不起，我说的这个话呢，如果冒犯的地方，这不是我的意思，是人的意思。所以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控告上帝的不义呢，是一个亵渎神的事情。那但是保罗说，不是，上帝如果不义，他就没有资格审判世界。所以保罗回答很清楚，那上帝他有资格审判世界，怎么可能去叫一个犯罪的人来当法官？或许我们可以选出那个犯罪的人来做立法委员，好，来在立法院里面定法律。好，但是犯罪人还有资格当法官的话，好，那个最后一点的公正可能都被剥夺。所以，但不是说罪人就永远是罪人，因为如果明白圣经，罪人也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罪人也能够重生。但是呢，在世界的标准呢，这个我们所要选出的法官，他就象征了人类那个一点点最后一点的幻想，就是世界上有完美的人，而这个法官应该就是那完美的人的代表，至少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去做这个坏事勾当，能够当上法官甚至大法官。但是事实我们也明白是不可能。第4个问题就是同样的这一群的犹太人呢，还拿出了一个例子，叫做让我们作恶以成善。什么叫做让我们作恶以成善呢？英文里面翻成 Let us do evil, let good may come， 就是
当我们做邪恶的时候，好，这个好才会来。好，当我们这个去那台语讲，咱来去做派，好事为正。好，所以没有这些最后的不及格的，好，就没有彰显出那些及格的第一名的价值。好，没有做的这些恶事呢，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美。好，就是一个相对互补的理论。所以他们用这样子的话呢，好来认为说，好，那这是罪人有价值。好，那为什么既然罪人有对上帝有贡献、有帮助、有价值，好，为什么上帝还要审判我们？好，他们不甘心。好，保罗宣扬这样福音，好，是要来救人，甚至要上帝要审判世人的信息。好，甚至他们举出了一个叫做作恶以成善呢，就是有这些恶才能够彰显烘托善的价值。甚至呢，他们还说保罗也自己说过，所以这群的犹太人呢，就把这样的话呢，带到犹太世界，或是人现在罗马书的这个收信，罗马教会也有人在那边传扬，保罗自己都说过作恶成善了。但是保罗怎么回应呢？保罗回应说，有些人指控我说过这样的话。保罗说直接回应，他们被定罪是应该的，就是他们已经是罪人了，还去诬告去控告，这个是罪上加罪。反过来说，就是保罗他拒绝承认他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作恶成善就是把为魔鬼留地步。这个在罗马书后面也有讲到，这个给魔鬼这个在善事上要聪明，在恶事上要愚拙。保罗不容许这个在恶事上有这个彰显的空间呢，所以是拒绝妥协。所以这第四个问题呢，它本身是一个谎言，甚至谎言又变成谣言，然后传到这个罗马教会或是在犹太人的圈当中，这样子来重伤保罗，以致让保罗的信息呢就传出去，就受到拦阻啊。好，所以这是今天这4个问题，我们再来复习一次。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割礼没有价值，那犹太人也没有价值吗？保罗回答没有，犹太人有价值，而且最大的价值就是上帝把他的信息交托给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他们读圣经读了几千年，那几千年来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应该是正确合一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关系还不够，所以2000年前耶稣诞生，道成肉身，让上帝自己的话变成了一个身体，变成了一个人，而我们在人的当中带领人来认识神。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在没有信心的地方就没有上帝的同在了吗？保罗的回答是，即便每一个人都住在谎言，活在没有信心虚假的世界当中，但并不影响上帝的本质，上帝还是真实的，就是圣经诗篇51篇所说的。那罪跟上帝呢，罪人不会去因为这样不相信上帝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存在。虽然上帝不能不犯罪，但是不代表上帝不在罪恶当中。那第三，罪人也有贡献，那惩罚这些有贡献的人是上帝的不义吗？那保罗的回答是，如果上帝是不义的，上帝也是有罪的，那上帝怎么审判世界呢？但是这是一个严重的对上帝的指控所以保罗很谨慎小心的在陈述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保罗自己都说过作恶成善，若没有坏人就没有法官，若没有法官就失业了，所以法官有工作可以做，不是要感谢这些坏人吗？那保罗呢，他很严厉的斥责说有人指控保罗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被定罪是应该的，就是他们活该，就是被上帝管教活该。那这4个问题呢，大家关系到犹太人最后能够挤出来的问题，那保罗都一一的把它拆解完之后，明天我们要读的第3章的9节之后呢，就是保留一连串毫不留情的对这些犹太人他们在罪上面站不住脚的地方，那甚至呢让他们最后在3章的21节也是整个这个上帝在罪恶上公义的最后一段的结论。这个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好，连犹太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好，那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已经知道，当他在传信息的时候呢，绝对会让这些犹太人惹毛他们一定会跳起来，好，他们一定会起来反击，一定会起来抗议，好，但是保罗呢，好，都跟他们交手过，所以都一一的拆解。而真正的在耶稣所说，有人来问耶稣说，诫命中的哪一条是第一？耶稣回答说，第一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这个是诫命当中的第一，也是来自于生命记，是来自于大诫命。第二条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上耶稣的回答，犹太人的价值在哪里呢？价值就是要听，特别用这个红色字圈起来，就是要听神的话。所以犹太人的价值呢，就是他们有上帝的话可以听，于是听完之后可以做什么呢？去爱神。那就是建立一个跟神正确的关系，而不是听完神的话呢，去远离神、躲避神，像亚当、夏娃，或是呢，像这些法利赛人把神玩弄在自己的话语当中，自己呢就起来解释、辩解圣经，好，然后呢，去讨论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好，他们去讨论有几个天使，好，一个针头上面可以站几个天使，好，那他们读了圣经，但是呢，把这些人像可能读了但以理书就去讨论天使，好，那天使不是讨论天使跟但以理的对话，而是讨论天使可以站在多细的地方，好，一个针上面可以站几只的天使，好，像这些没有意义的话，好，都没有办法增加跟神之间的关系，而是要从心里面，从意志当中，从本性当中，从行动当中，好，来因着听神的话回应上帝的爱。第二个，我们也可以从约伯的身上，约伯好，当他不断起来控诉神，好，他就犯了刚才第三个问题好，他认为上帝不公平，好，所以约伯记读起来呢，好，前面30几章，好哇，跟上帝跟3个朋友疯狂的辩论，好，然后呢，后来他也甚至叫上帝出来跟他辩论了，但是真的后来40章上帝出现了，上帝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这些吧。因为前面39章，上帝呢问了约伯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约伯能够回答出来，这些问题约伯回答不出来，那约伯他还有资格可以继续跟上帝辩论吗？所以在40章约伯最后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好，说了1次说2次就不再说。约伯呢，好，他也知道上帝好是义的，他没有办法显出上帝的不义虽然他用他自己的遭遇，用约伯个人自身的经历或是感受或是感觉，虽然他真的是个义人，但是呢，他心中也会有对上帝不满的时候。但是当上帝让他转过头，换个角度，知道上帝要统管很多的事情，好，那上帝并不是不知道他，而是上帝有他的计划。好，同样这也让我想到说，在教会当中，很多人都对牧师有期待，希望牧师可以对我们为我们做些什么，希望牧师可以来帮助我们什么，希望牧师可以多为我们说些什么。好，但是呢，如果牧师没有照他这个人所期待的，他就会回来怪牧师说牧师你怎么都没有替我说话，牧师怎么都没有站在我们这边，牧师你怎么都没有为我们发声，然后呢就来定牧师的罪。那事实上呢，可能牧师可能有他的所的想法，或是这个牧养的人呢，区长、小组长可能有他需要看到的层面，但有时候我们就会像约伯一样。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你做的不对，我做的才对。但是呢，我们要很小心，陷入在这样的辩论当中、争辩当中，甚至去指控我们的属灵的领袖，去指控上帝的仆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甚至呢，犹太人还指控上帝是不义的，如同约伯一样。最后呢，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其实争辩是无可避免，我们要为真理来发声。好，那以赛亚书、弥迦书、旧约先知，他们呢，都争辩。好，我们也要为真道竭力争辩。好，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他也说，我们出来辩论，写了95条辩论的题目。好，但是呢，在辩论当中，好也要很小心，就是要保守教会的合一，而不是辩赢了，好却让人离开教会，让人跌入地狱啊。好，我们辩的目的呢，好是要用挽回人啊。好，这个保罗也说，好要用这些温柔来挽回啊，而不是让人就是很生气，哇，辩赢的人很高兴，然后辩输的人呢，就灰头土脸，好，然后就再也不来教会。好，相信这不是我们辩论的目的，而是在真道上，好，我们要来认识真理，但是呢，在合一上，我们也要竭力来保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保罗传福音的年代，有许多上帝的儿女，特别是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对于罪这件事情，并不能够完全的接受。如今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从蒙恩的罪人我们从母腹当中就有了罪。让我们知道罪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帮助我们能够去察觉罪隐藏的地方，也让我们能够把这些的罪恶，把这些的污秽，能够把它去除能够好好的来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比用牛膝草来洗净我们，使我们比雪更白愿上帝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在爱心上在清洁上都能够成为信徒的榜样也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话语当中，做你话语的执事也能够成为忠心的仆人，用你的话语来帮助人能够使人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谢谢，牧师。感谢大家，感谢主。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